對上歌王組啊，歌王出場啦，有請陳俊。Hello， 大家，都好啦，等咗好耐啦，送翻首《不做情人》俾我哋先。導演。內心減退，感情就有罪。如果可以乾脆，哪會覺得累？難得目光登對，卻未看千歲，沒法繼續沉醉，製造詞句，期待着壯舉。我害怕情情人共他相愛有火花，我不想談段情是如禁忌來的他，多徹底別停留，幻想總會有偏差，太過重視卻偏袒，未有代價，但現在是否選中那位他，愛不起便流離，尚算最動人的花，他會否亦期待在歡欣與痛之間作出最終的抉擇，無聲地消散。難得目光等對，卻未看清誰。沒法繼續沉醉，製造詞句，期待着壯舉。是我害怕做情人，共他相愛有火花。我不想談段情是與禁忌來逼他，多徹底別停留，幻想總會有偏差，太過重視卻偏袒，未有代價，但現在是否選中那位他？起便流離，尚算最動人的花，他會否亦期待在歡欣與痛之間作出最終的抉擇，無聲地消散。是我害怕做情人，共他相愛有火花，我不想談段情是與禁忌來的他，多徹底別停留，幻想總會有偏差，太過重視卻偏袒。未有代價，但現在是否選中那位他？愛不起便流離，尚算最動人的花，他會否亦期待在歡欣與痛之間作出最終的抉擇，無聲地